家早安。早安，请问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台东太平。我姓赖，叫义理，赖义理。我们不是花莲的义理，是台东的义理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昨天真的是感到能量满满，总裁一天，哇，真的好辛苦啊！跟我们讲好多的芯片，真的，我们大家要来这里充电，然后照顾自己，把身体照顾好，让我们全部都能量满满照顾自己好，身体是最重要的。谢谢大家。